丙年復活期第4周星期一，彌撒讀經反省分享。早期教父聖奧斯定以青綠的草場和清淨的溪水作為主題的講道詞。聖奧斯定說：主耶穌基督這位善牧為你們預備的，讓你們安居其中，讓你們飽食的牧場，並不是各種各樣的青草和綠色植物。主耶穌提供的其中有的嘗起來很甜，有的極其苦澀，隨着季節的更替，這些食糧有時有，有時沒有。你們的牧場就是天主的話語和他的誡命，他們全都像甜美的草一樣被播種。那個人曾品嘗過這些牧場上的青草，他就會對天主說：你的教言對我上顎多麼甘美，在我的口中比蜂蜜更要甘美。聖詠第119篇第103節。